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的91篇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至高者上帝做避难所的人，为徛起伫全能者的阴恩下。伊对上主讲：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是我所倚靠的上帝。上主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罗网，甲致命的瘟疫。伊要用sức甲你压制，互你秘伫伊的膝骨下。伊的信息做大细的盾牌保护你。你免惊暝时的恐怖，也是日时车内的箭，嘛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也是日中昼毁灭人的毒症。有几千人跌落去你的桌边，有几万人倒落去你的正边，这灾难袂临到你。毋过你会亲目看见，会看到歹人受报应。你用上主做避难所，用至高者上帝做徛起的所在。灾害袂临到你，瘟疫嘛袂挖近你的步边，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，伫你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你。因要用手扶你，互你的骹袂踏着石。你要用骹暂驶甲毒蛇，担喙猛狮甲大马蛇。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救我，我要应伊。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，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严。我要使伊长岁寿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今天这首诗篇91篇，没有讲到作者，那有两种看法。第一个看法是来自于旧约的希腊文，就是七十士译本。七十士译本有一个标题写大卫的赞美诗，所以这首诗篇91篇，有人认为是大卫的诗。那也有另外一种看法，认为这首诗是90篇，诗篇90篇的后半段，所以认为这首诗是摩西所写的。那呃，不论是大卫或摩西，虽然两个人相差有400年，但这首诗在当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首朝圣的诗，就是来到神的圣殿，或是来到神的会幕前，所在圣殿门口或是会幕的门口，向神所要吟唱的颂赞的诗歌。主要在赞美神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他是保护我们的神。那这首诗篇91篇，那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被谁拿去用呢？被魔鬼拿去用其中的经文。所以这个首诗篇呢，连魔鬼也很熟悉这一段诗篇的里面的经文。那这首诗可以分为4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讲到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以第一人称单数，所以是1、2节。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向耶和华说：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所以这一首诗一开始就讲到上帝有4种的形容，第一个是至高者，第二个是全能者，至高就是最高处，全能就是无所不能。第三是耶和华，第四是我的神。所以他1、2节对上帝有4种的称呼。那1、2节让我们感受到上帝是很容易寻见的，神没有躲藏起来，反而是神帮助人躲藏起来。那昨天的诗篇90篇，我们还记得这个摩西看到智慧，就是一个智慧，就是人生在罪恶罪孽当中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躲藏。但是诗篇91篇讲到罪人有一个隐秘处，有一个印象，有一个避难所，有一个倚靠，所以这是1、2节。3到8节是第二段，讲到上帝是1、2节讲到是我就是用第一人称个人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是我所倚靠。而3到8节呢，讲到你，所以这首诗是有对象的，诗人在对人说，但是这个你是第二人称的单数，是你，不是你们。好，那我们看3到8节。
他必救你脱离捕鸟者的罗网和毁灭人的瘟疫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。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灾害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为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好，所以现在诗人呢，1、2节称颂神是他的避难所、保护者。现在呢3到8节讲到上帝也可以救你，怎么救你呢？像是有想要抓鸟的人，他设下了网罗，好，但是呢，有人来破坏这个网，或是呢，这个瘟疫想要来毁灭人，好，但是有人救你，好，让你能够不会被传染，好，能够有疫苗，能够有口罩，好，不被瘟疫所消灭。而他这个人是谁？就是全能者，就是耶和华，就是这个诗人的神。那他要用自己的翎毛，好，翎毛就是指鸟的翅膀，好像鸟的翅膀把你遮蔽。好，所以第1节说全能者的印下，好，就是在他的底下。那所以你可以投靠在他翅膀下，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。所以就是他是指神，好，说话算话，好，坚守承诺。所以每一个仇敌来的攻击，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。好，所以就是以弗所书全副军装所说的那个信德的藤牌，那会有圣灵的宝剑，可以来消灭那恶者的攻击。好的火，有点火的火箭哦。第5节，你必因为有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所以你就不怕黑夜的惊骇、白日飞的箭、黑夜流行的瘟疫、午间灭人的灾害。好，5、6节，好，2个黑夜，2个白天，好，甚至白天一个是日正午间呢，好，日正当中，好，无论这个网罗是半夜要来抓你，或是这个瘟疫是白天中午要来攻击你，都不用害怕。所以第7、第8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了。所以这个画面很写实哦，就是我们很难去联想。好，但是在摩西的年代、大卫的年代，的确都有遭遇过瘟疫，好这样的事件，所以他只看眼睁睁亲身去经历过，好这个人就突然就倒下，好这个感染流行病或是这个灾难临到之后，万人就扑倒。好，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身边，很多人好就在灾难当中离去。那好，所以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但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好像我们得到了保护。所以这首诗就是在颂赞神是我们的保护者，而且你唯就是只有啊，你只会亲眼观看恶人遭报。好，所以上帝会来坚守这个公义，好，就是行善的上帝要奖赏，行恶的上帝要惩罚。所以上帝要让你看见好最终的公义和公正的判决。神避难所，即便有很多人是用捕鸟者的网罗、灭人的瘟疫，或是黑夜的惊骇、白天飞的箭、黑夜的疾病、瘟疫、午间灭人的灾害，但最后帮助我们坚持到最后的是这位神。第3段第9节到第13节讲到神要保护信靠他的人。好，所以第9节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以至高者为居所。所以前面有第2节说我要向耶和华说，现在到第9节，这个诗人又再次用第一人称，所以这个我呢，可见这首诗的人可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。所以你说他是大卫也好，说他是摩西也好，好，他把自己没有介绍自己是谁，好，就把他自己说出来，好，是一个人人知晓的诗人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就要以至高者为居啊。好，所以当这个诗人好亲身经历好千人扑倒，万人扑倒，好灾却不临近，还亲眼看见恶人遭报。好，所以摩西有没有看过恶人遭报？有。大卫有没有看过恶人遭报？也有。好，所以呃，
你也要效法诗人，以至高者为居所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一节91篇的第一节是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。好，就是要这样子来宣告。那第10节，祸患并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好，所以不管这个灾害灾难再大，啊，你只要像诗人一样的投靠神、信靠神，哦，藏在神的翅膀底下，神要保护你。11节，因为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啊，现代中文本翻译：上帝要差派天使看顾你，无论往哪里去，都要保护你。那这在旧约里面，唯一的一节讲到上帝的天使是保护天使，保护神的仆人、神的百姓、神的儿女，保护所有投靠在全能者印下的人。好，那这保护天使的概念呢，被谁拿去用呢？好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6节，路加福音第4章第10节，第4节到第11节。好，这个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这个撒旦就用这一节话，好来试探耶稣，叫他从圣殿跳下去，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，好，那叫他向魔鬼来下拜。好，那他用神的话来用诗篇91篇，好来攻击耶稣。好，但是呢，再回到91篇12节，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哦，那91篇的原文里面呢，好，魔鬼用的这句话呢，是上帝所派的使者，不仅是保护你，还会托住你，还会上帝的使者，好，让你的脚，都不会在石头上碰伤，就是连脚这样子摔下来，脚也不会断，也不会伤。甚至13节，你还要踹踏狮子和毒蛇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所以，就是你不仅没有受伤，还能够胜过仇敌，好，能够逆转胜，能够反败为胜。好的关键，就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依靠神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就差派他的使者保护我们。好，那路加福音第10章19节，耶稣在差遣70个门徒出去的时候，好，他也告诉这些门徒要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能力，能够胜过狮子和毒蛇。好，也是引用诗篇的91篇的13节。好，最后一段14、15、16讲到神给专心爱他的人的应许。14节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；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与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我要使他享足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好，那在旧的和合本的翻译，好，有这个神说，好，上帝说，好，那但是合修版没有，但是现在中文台语现在中文啊、修订版，好，都在把神说加上去啊，好，就是怕混淆。这14、15、16，好，合修版是用一个引号盖住，好，就这是一段话，但是因为原文没有，那但是为了怕大家误解，好，所以是说这是上帝的宣告。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好，所有的我呢，好，是指上帝说的，所以这第一人称单数我是指神。他呢，就是前面的所说的你，这个诗人啊，来诉说的对象，就是当我们专心爱神，神就要搭救我们；当我们认识神的名，神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；当我们求告神，神就应允我们；当我们在急难中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要搭救我们，使我们尊贵。神要使我们享足长寿，神要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。所以这里讲到10个我，好，然后10个他，就是这段话呢，好，也是在耶利米的身上啊，好，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。所以从不管是摩西也好，大卫也好，耶利米也好啊，因为大卫跟耶利米已经相隔500、600年了，500多年但是呢在这一些的人物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上帝的话是真实的。所以今天这一首诗篇91篇，也是一首优美的诗篇，也是一首形容非常贴切的诗篇，好，让我们很有感受。就是神他并不是隐藏躲起来，而是我们还可以找到神，就可以躲在神的里面，不受到患难，不受到灾病的攻击。
甚至神自己命令他的使者来保护我们。而保护我们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学习爱神。当我们学习认识神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引导，得到神的保护，而上帝他就会拯救我们，神就会保护我们，神就会透过我们的身上，好，然后显明，把救恩显明给我们，好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真的是拯救我们的神。盼望我们从今天这一首诗篇91篇能够得到信心，也能够得到帮助，也能够知道上帝的话，上帝的信实是我们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盾牌，能够胜过各样子的攻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所倚靠的。虽然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危险，有许多的攻击，但是当我们寻求你，投靠在你翅膀底下，你的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怕夜间的惊骇，或是白天的飞行的箭，不怕瘟疫，也不怕灾难。即便有千人扑倒在我们旁边，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，但我们至终要看见神，你是掌管公义的主。主，你要命令你的使者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面保护我们。当我们求告你，你就应允我们。当我们在急难中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你要搭救我们，要使我们得尊贵，使我们能够享足长寿。你要使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你的儿女的身上来显明出来。愿上帝你的话成我们的帮助，成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反败为胜，还能够踹踏狮子和毒蛇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，能够来高举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